恭請兩位在我們的合作備忘錄上面簽署。台南市長黃偉綽甲台灣棒球名人堂協會簽署合作備忘錄，宣布將共同合作推動地方棒球文化傳承。棒球唔那是台灣的國球，更是台南市的市球。台南市長期投入基層選手培育、場地建設，展現出台南作為棒球城市的重要形象。我們要榮耀這段歷史，讓更多我們的年輕朋友們以及年長的棒球前輩們更多了解這段歷史走過來耕耘過的人。所以，我們特別在我們最新的球場亞太棒球訓練中心來設置棒球名人堂。未來將在咧亞太棒球訓練中心設立棒球名人堂，也閣將共同規劃棒球歷史展覽，由着協會負責展覽文物、文喪安排以及棒球歷史資料的整理甲提供。體育局負責展覽場地規劃、行政協助以及跨單位溝通協調，確保冊展品質甲呈現內容。我們可以看到，台南市注重的不僅僅是棒球運動它的訓練、它的競技比賽，同時它也非常注重棒球技藝文化的保存。那我想今天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意義，就是讓文化走進球場。結合地方資源甲專業協會力量，雙方將以棒球文物保存甲展示為共同目標，持續促進棒球文化交流甲傳傳，讓棒球成為城市基地甲世代情感的文化資產。台南新聞社會採訪報道。